大家好，歡迎收睇茶道養生師課程。我哋講下中國四大茶區咯噃。我哋中國咧好多地方咧都仲有茶樹。我哋中國70%嘅人都係飲緊綠茶，但係全世界80%嘅人口咧，原來都係飲緊紅茶嘅喎。但係咧，我哋中國咧喺全世界唯一一個國家係最齊全6大茶類嘅。因為唔同嘅茶區，由於氣候、環境、泥土唔同，導致咧佢哋適製嘅茶類都唔同嘅噃。我哋4大嘅茶區咧，包括咧西南地區、江北地區、江南地區以及華南地帶。一講到西南地區啦，西南地區咧屬於咧我哋茶區裏邊最古老嘅茶區。譬如雲貴川就係西南茶區啦。西南茶區咧氣候比較溫和一啲。咁佢哋製作咧，譬如黑茶啦、紅茶啦為主啦。咁甚至咧，我哋平時講嘅普洱茶雲南嘅茶，都係喺西南茶區嘅噃。西南茶區嘅茶品，譬如有普洱茶啦、田紅一聽到個田字就知道都係雲南嘅茶嚟㗎啦。以及蒙頂黃芽啦、四川嘅黃茶。由於西南部地區咧物種比較豐富啊，天氣比較溫和，都好適合製作唔同嘅大葉種嘅茶㗎噃。咁另外仲有華南地區啦，華南地區咧，我哋香港人都好認識啦，因為咧華南地區咧，譬如有福建啦、潮州啦、台灣啊呢啲地方，主要做咩茶為主咧？一聽到台灣烏龍茶，冇錯啦，我哋傳統功夫茶潮州鳳凰單叢都係屬於青茶烏龍茶類。另外鐵觀音啦、大紅袍啦，呢啲都係華南地區。華南地區咧物種非常豐富，因為氣候非常適合種植唔同類型嘅植物，包括係茶葉，所以佢裏邊咧有喬木啦、小喬木啦、灌木嘅茶樹都有。咁甚至紅茶啦、烏龍茶啦、白茶啦，即係壽眉嗰啲啦。另外仲有黑茶都有。咁另外咧江南茶區啦，江南茶區咧就係譬如講緊湖南地區啦，另外江西啦、浙江呢啲地方一聽到浙江有出名茶啦，係咪龍井？都係江南地區江南地區咧天氣相對就會比華南同埋西南地區咧涼啲啦，所以咧佢哋都係以中小葉種為主。咁湖南好多名茶啦，譬如黑茶啦。湖南嘅君山銀針啦、黃茶啦，江西咧都有唔單止瓷器出名綠茶都好出名嘅婺源綠茶啦。咁所以江南地區咧都主要綠茶、紅茶、黑茶嗰啲為主噶啦。咁去到江北地區啦，江北地區咧天氣比較凍每年嘅產茶量都比較少最北嘅種茶地區，大家知唔知邊度咧？就係我哋嘅山東啦，山東咧好出名廬山礦泉水，仲有廬山綠茶添。另外咧，除咗山東咧之外啦，譬如我哋江蘇嘅北部啦、甘肅啦、陝西啦啲地方啦，河南啦都係江北茶區。河南就係信陽毛尖啦呢啲茶啦。另外仲有六安瓜片都係喺江北茶區嗰邊嘅噃。江北茶區天氣比較凍其實環境同埋茶類嘅製作有咩關係呢？咁中國茶咧，因為最主要咧70%嘅人都飲緊綠茶，所以你見好多茶區咧都係以製綠茶為主嘅。咁但係綠茶喺邊啲地方種會比較好啲呢？就係以北方嘅茶區，譬如江北江南呢啲地方就好出名綠茶啦。因為綠茶咧，佢主要以一啲小葉種嘅山茶科植物為主啦。咁另外咧，佢裏邊嘅內含成分，由於喺氣候比較凍嘅地方，所以咧相對嘅咖啡因以及茶多酚含量係少啲嘅。由於咧綠茶咧種植咧喺啲北方地區，北方地區咧天氣比較凍，所以咧茶裏邊嘅內含咖啡因以及苦味成分嘅茶多酚都係相對少嘅。咁做出嚟綠茶咧就會比較鮮爽啲啦。另外喺天氣凍嘅地方咧，茶裏邊嘅氨基酸比較多，氨基酸就係一啲鮮爽味咁所以咧北方就係出名做綠茶。至於南方地區啦華南地帶西南地區天氣比較溫和，好多大葉種咁出現啦咁裏邊嘅內含成分會更加豐富啦，特別茶多酚。茶多酚要好豐富，佢先至能夠演變出各式各樣嘅茶嘅顏色甚至濃厚嘅滋味。
咁所以咧西南地區啊、華南地帶，你發覺佢哋咧會做一啲層次感好強嘅烏龍茶啦，甚至咧比較濃厚濃醇嘅黑茶㗎噃。咁因為咧茶嘅種植同佢嘅環境有關係，點解中國有咁多唔同嘅地區種茶呢？最北嘅地方山東係咪？去到最南部雲南地區啊咁樣。咁其實咧同佢嘅氣候有關係。氣候咧，我哋最適合茶樹生長氣候咧係18至25度。另外咧濕度咧係80%左右。通常茶樹適宜種植喺南緯45度至北緯38度之間。咁日照時間長咧，茶多酚呢啲成分即係苦澀味成分就會更加多啦。故此嗰啲地方適合做紅茶。日照時間短嘅地方，譬如北方，咁佢內含茶多酚成分少啲啦，因為天氣凍啦嚇，所以咧我哋講多酚類成分少之餘，譬如氨基酸嗰啲會多啲嘅時候咧，佢哋特別甜爽，適合做綠茶啦。高山茶點解咁出名呢？成日講高山雲霧出好茶。高山茶嘅地方咧，雲霧比較多，咁日照時間咧都係短嘅喎，天氣比較凍。咁有雲霧嘅時候咧，當佢有太陽照射咧，佢都會形成一啲散射光線啊，即係啲光線因為雲霧而折射。咁所以咧，佢哋裏邊內含嘅一啲氨基酸又會多啲啦，以及咧佢裏邊紫外線多嘅時候咧，佢哋形成嗰個我哋講甜爽味嘅氨基酸都會多嘅。咁所以咧，導致嗰個茶葉本身咧形成咗好多鮮爽嘅味嚇，所以好多人就話高山雲霧出好茶。但係其實高山茶咧最適宜製作咧都係啲綠茶嘅。如果一個黑茶喺高山嗰度製咧，其實真係唔掂嘅。高山茶咧，頭先講天氣凍啊，茶多酚成分都會少啲。咁所以咧，你要製作一啲層次多嘅茶咧，都係適合一啲天氣熱啊，甚至平地嘅地方為主嘅噃。至於土壤啊，土壤咧其實茶樹嘅土壤咧適合喺一啲弱酸性嘅地方，譬如4.5至5.5 pH 嘅地方咧就比較適合一啲啦。咁講咗好多咯喎，其實咧茶樹嘅種植生長同佢本身嘅氣候、日照、溫度、土壤都好有關係，以至咧中國4大地區華南、江南、江北以及西南地區其實咧都各有特色。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認識一下4大茶區。當我哋飲每一個茶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問下對方呢個茶係嚟自邊度㗎？反而我哋未必會問下嗰個茶名係啲乜嘢，因為名係人改出嚟嘅。好多茶名咧都係按住地方名啊、歷史故事啊，或者我自己開間茶鋪就有一款綠茶咁啊，叫做梁毅同綠茶咁樣去改名嘅啫。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知道認識嗰個茶咧，最好知道佢嘅來源地以及佢嘅製作方法，即係乜嘢茶類啦。